好，来继续花式鸡笼。天气真热，来一碗冰透心凉。台湾是为什么时阵开始食冰的呢？讲这就要为日本时代开始来讲起。第一代的制冰机是为大稻埕进口使用的，随后其他的制冰厂嘛陆续来开幕，就安尼开始台湾人食冰的风气。德华2007博物馆7月18到12月15推出着食凉热天的滋味的展览会，要让大家了解台湾冰品的文化。热天想要行一冰果秀，不过其实这个冰果秀内面有玄机，要带大家行一时光隧道。摊贩会摇着这样子沿街叫卖。40年代车单唤起老一辈囡仔时代记忆，当时卖冰的拢会牵车叫卖，也佫有教你耍游戏。这样子的话是射中是羊，那如果是赌羊的话，它就是可能就变成1球冰淇淋变成2球。规现场是充满古早味，原来这是一场叫做“食凉热天的滋味”的特展，展示台湾食冰的历史，有真侪冰店的老工具，也佫有当年上界冰凉的这饮品，自我汽水。若是广东人上爱啉的是凉茶，无食冰。现场嘛有布置凉茶店，互大家看卖啊。迄个咖啡店也未流行的年代，凉茶店是亲人朋友聚会场所。台湾的食冰文化是对日治时代开始的，除了食冰以外，电风嘛是迄个时阵的产物。为着陪大家度过热天，德华2007博物馆特别伫7月18到12月15推出以冰为主题特展，对1897年到即马跨越8冬的台湾食凉历史，现场嘛有展示当年流行的汽水，嘛有介绍真侪间有名的冰品店，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台湾100年来老百姓食凉的文化。